越南稀土唔單止係礦，而係一張談判入場券。你以為越南嘅稀土靠儲量大就可以翻身？錯，真正決定命運嘅唔係挖到幾多出嚟，而係邊個可以將佢分離、提純、做成材料。有一個反常識嘅數據，越南稀土儲量曾經被評估為大約2200萬噸，後來被下調到約350萬噸級，由世界第2嘅講法，直接變成世界第6。緊接住，越南修法將稀土列為國家戰略資源，由2026年起禁止原礦出口。邏輯得一句，唔再做原料搬運工。但現實好骨感，越南稀土年產量只有數百噸級。點解啊？因為最難嘅唔係礦，而係中游嘅分離提純技術、環保、電力、人才、資本，缺一不可。所以換個角度睇，越南稀土唔係資源型資產，而係規則型資產。禁止原礦出口加上強力監管，本質上係將稀土變成一張牌，邊個想要就要過嚟傾技術、投資同加工能力。而且唔好淨係望實稀土，越南仲有超大規模嘅鋁土礦，同埋中國以外最大嘅鎢礦之一。真正嘅變化唔係買礦，而係嘗試升級做買材料、買加工、買秩序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